如果你另一半成日講粗口嘅話，恭喜你啊！喺劍橋大學參與嘅跨國研究就睇到，經常使用壯話嘅人，平均而言係比較誠實可靠。佢呢個研究個名幾好笑喎，叫做 Frankly We Do Give a Damn。首先，佢哋第一個嘅發現係，一個人爆粗越多，就越少掩飾自己真實嘅感受。我哋講粗口係源於呢三大原因嘅，表達負面情緒、習慣同埋真我的展示。如果你係香港人，應該特別認同啊！有啲感受只有港式嘅粗口能夠為你做到啊！應用喺戀愛中一樣噶。研究就講到啦，如果你另一半經常講粗口，中意講粗口，同埋呢個緊要，承認講粗口，佢就會係一個好撚誠實嘅伴侶嚟啦。咁仲有一個有趣嘅發現啊，喺美國50個州入邊，粗口率最高嘅3個州之中咧，竟然有2個同時都係 integrity 指數嘅頭3名。integrity 同一個人會唔會出軌偷食有關係噶？咁拍拖淨係誠實又唔夠嘅係咪？咁我哋今日就睇埋關於建立親密感這一件事啦。美國西喬治亞大學班學者提出咗一個觀察，有啲人同你拍拖嘅時候係中意 cosplay 成為一個理想嘅伴侶，但係2個陌生人能夠變親密，其實更多嘅係靠你哋能否先做翻自己而開始。研究中就見到一啲敏感嘅字眼啊，例如關乎啲性器官咁樣咧，反而容易成為拍拖中 playful repartee 嘅最好內容，係2個人 affiliation 變得更加親近最好嘅捷徑。啲受訪者都話有粗口講嘢先好笑。學者仲話特別適用於年輕一代嘅情侶，一對戀人能夠暢所欲言，絕對係 good 噶，係一個關係好嘅象徵。如果你而家同另一半好 sweet 啦，咁請你盡情屌多佢2下啦。